台南市一名老兵因为过身以后，留下了一块长期闲置的土地，因为厝内人拢伫北部，因此长期委托厝边黄先生代为管理。后来有了后生甲着家后来继承，因为厝内人无使用土地计划，后来透过议员林美燕服务处的发言人叶汉勋的媒合，曾律师将土地卖予厝边黄先生，并且将专款捐做社会局作为防灾善款的使用。专女士她就讲了，她不要拿，她这笔钱她不带回去，她还是要把爱留在台南，因为一开始她公公是从台南开始的，她公公是在台南开始的，所以以为把爱留在台南，所以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就讲，她也看到这几场的风灾。还有就是水灾也造成台南市相当大的一个伤害，有些污损，那所以他说干脆我就把钱就去捐赠给我们社会局好了。他就突然想要卖土地嘛，然后又突然说要捐出来，然后在这个情急的情况下，我刚好想到汉勋哥有在为市民做服务，那我就赶快联络他，他也把就是联络台南市政府这样子。上午的关键仪式由着厝边黄永庆代替曾律师来关键，由社会局主笔陈雅芬代表接收，并且颁奖感谢状。其实我们这次风灾的一个捐款呢，累计到目前是已经突破了2亿，有2亿多，那都是社会的这些大众这样点点滴滴的捐献出来的，那我们也会善加的利用在灾民的一个身上，那真的非常的感谢。透过议员服务处发言人叶汉勋的牵线，因为甲厝边黄永庆是好朋友，因此将413446块的土地金额全数来捐出，促成这项跨越的捐赠，也证明爱心是无距离的。台南新闻李明根采访报道。